舍利弗，如来复作是念：量我但以神力，极智慧力，舍伊方便，为诸众生赞如来知见，力无所为者。众生不能，亦是得道。所以者何？是诸众生未免生老病死，忧悲苦恼，而为三界好体所受，何有能解佛之智慧？舍利弗，如彼中者，虽复身手有力，而不用之，但以殷勤方便，免解诸子好体之难。然后各依珍宝大机，如来亦复如是。虽有力，无所谓，而不用之，但以智慧方便，以三界好体，拔济众生，为说三乘。声闻辟支佛，佛性，利作是言：立定目的，熬住三界好体，勿贪粗白，色声香味触也。略贪着生爱，即为所受。你速出三界，当得三乘。声闻辟支佛，佛性。我今为你保任此事，将不虚也。你定担当，勤修精进。如来意是方便，幽尽众生，复作是言：你定当知，此三乘法，皆是圣所称叹，自在无瑕，无所依求，成是三乘，亦无六根。力、觉、道、禅定、解脱、三昧等，利自五乐，便得无量安稳快乐。舍利弗，若有众生，内有智性，将佛世尊闻法信受，殷勤精进，欲速出三界，自求涅槃，是名声闻乘。如彼诸子，为求永居，出于好体。若有众生，将佛世尊闻法信受，殷勤精进，求自然慧，熬读善集，深知诸法因缘，是名辟支佛性。如彼诸子，为求乐居，出于好体。若有众生，将佛世尊闻法信受，勤修精进，求一切智、佛智、自然智、无私智、如来知见，力无所谓，悯念安乐，无量众生，利益天人，度脱一切，是名大乘。
菩萨求持成果，名为摩诃萨。如彼诸子，为求牛机，出于好体，舍利弗。如彼中者，见诸子顶，安稳得出好体，道无为处，自为财富无量，定以大机，利是诸子。如来亦复如是，为一切众生之父，略见无量亿千众生，以佛教门，出三界苦，保卫险道，得涅槃乐。如来呢时，便作是念：我有无量无边智慧力无畏等诸佛法种，是诸众生，皆是我子，定以大乘，不能有人独得灭道，皆以如来灭道，离灭道智。是诸众生，脱三界者，悉以诸佛禅定，解脱等五乐之故，皆是一相一种，圣所称叹，能生净妙第一之乐。舍利弗，如彼中者，初以三机，又引诸子，然后但以大机，宝物庄严，安稳第一。连彼中者，无希望之求。如来亦复如是，无有希望。初说三乘，引导众生，然后但以大乘，离度脱之。何以故？如来有无量智慧力，无所谓诸法之种，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，但不尽能受。舍利弗，意是因缘，当知诸佛方便力故，以一佛性，分别说三。佛欲重宣此义，离说其言。譬如中者，有一大体，其体九个，离福顿备，当下高维，诸君吹响，亮动轻射，击背对毁。强撇飞踢，泥土是落，福渐乱堆，团离查脱，周将曲曲，杂话唱片，有我别人。只住其中，是桥调就，乌尺丘甲，原写何益？我讲有缘，手强必足，有理下处。诸恶常背，高行地走，时鸟朽处，不争流溢，强龙
自强，利执以上，何龙也干，左脚践踏，节节死死，骨力狼藉，又是群狗，竟来搏罪，积雷将防，处处求食，斗争查节，爱查后悔，计射强暴，变装如是，处处皆有，魑魅魍魉，夜车恶鬼，实担凌辱，独强之属，诸恶禽兽，妇女三性，各自壮好，夜车竟来，争取实质，实质既饱，恶心转起，斗争之生，心可怖畏，求盘堕鬼，尊机屠岛，黑死离地，一切离切，往返游行，长益嬉戏，触狗两足，扑灵失性，以曲家境，报狗自乐，或有之鬼，其身中带，恼形血所，上自其中，发大恶性，叫号求实，或有之鬼，其言如针，或有之鬼，手如牛头，血食凌辱，血喝啖狗，跳发慌乱，残害凶险，其壳所逼，叫唤地主，夜车恶鬼，诸恶鸟兽，积极四向，鬼看苍有，如是诸难，强为无量，是朽固体，属于一人，其灵群出，未久之间，伊后写体，忽然放弃，四面一时，其焰故起，动量团住，薄生尽裂，吹折对落，长劈冰倒，诸鬼神顶，扬声大叫，雕酒诸鸟，求盘堕顶，周将风暴，不能自出，恶兽毒强，壮窜狂血，
必舍鬼，役自其中，博福德国，为好所逼，强上残害，饮血啖绿，野间之属，并以前世，自大恶受，境内失担，朽焉邦不，四面充塞，五光悠然，毒蛇之类，为好所受，精早出血，求盘堕鬼，随处离食，又诸恶鬼，头上好莲，机壳热闹，周将稳阻，具体如是，心可保卫，毒害何在？众难会一，时时提主，在问月立，问有灵言，立诸子顶，先因游戏，来日此体，地小无地，反我落着。中者文艺，经历好体，方宜救济，令无受害，各如诸子，雪降患难，恶鬼毒虫，灾祸蔓延，众苦处地。常宿不绝，毒蛇怨福，急诸夜车，求盘堕鬼，夜间虎狗雕鹫是桥，必足之属，机壳闹急，心可保卫，此苦难处，放福大好，诸子无地，虽闻付火，又过落着，嘻嘻不已，时时中者。立足思念，诸子如此，益我求恼，今此下体，无一可乐，立诸子顶，但面嘻嘻，不受我教，将为祸害，即便思维，设诸方便，各诸子顶，我有种种，定愿之故，妙宝好机，阳机、乐机、大牛之机，今在问月。你顶出来，我为你顶，做作此句，随意所拗，可以游戏。诸子闻说，如此诸机，皆是喷镜，地早离出。道义空地，立诸苦难，
中者见子，得出好摕，自伊死去，作狮子座，立志庆言，我今快乐，此诸子顶，生育甚难，愚孝无知，利立险悌，多姿独强，利媒可畏，大好明艳，四面鼓起，利此诸子，贪着嬉戏，我以求之，令得脱难，是故主人，我今快乐，你是诸子，知乎安坐，该业夫所，离别夫言，原是我等三种宝器，如前所许，诸子出来，当以三机，随你所欲，今正是时，为谁及伊，中者大夫，可众众多，金银琉璃机器玛瑙，以将宝物做诸代机，忠孝严饰，周匝难顿，四面显灵，金城高乐，珍珠罗网，张氏吉祥，金华珠英，处处垂下，种彩杂色，周匝围绕，流乱精广，以为音乐，上妙细碟，价值千亿，显白精洁，以福吉祥，有大白牛，肥壮多力，形体殊好，以价宝器，多姿彬强，立世为之，以是妙机，定是诸子，诸子时时，欢喜踊跃，成是宝器，又以四方，喜喜快乐，自在无碍，故舍利弗，我亦如是，众生中尊，世间之父，一切众生，皆是我子，深得世乐，无有慧心，三界无安，犹如虎体，众可长远，心可保卫，尚有生老病死忧患，如是定好，去年不息，如来依礼，三界虎体，接连寒季，安处林野，今此三界，皆是我有，其中众生，悉是我子，
离今此处，多诸患难，为我一人，宁为救护，虽福教照，离不信受，依诸欲念，贪得亲国，以是方便，为说三乘，令诸众生知三界苦，开示演说，出世间道，是诸注定，略心决定，故足三明，极略神通，有得缘觉，不退菩萨，你舍离佛，我为众生，以此譬如，说一佛性，你定略灵，信受是义，一切皆当，成得佛道，是性微妙，清净第一，依诸世间，为无有相，佛所亦可，一切众生，所应称赞，供养礼拜，无量亿千，诸力解脱，禅定智慧，及佛依法，得如是性，令诸注定，日夜劫数，常得游戏，依诸菩萨，及声闻众，成此宝性，得至道场，以是因缘，十方提求，经无余性，知佛方便，故舍离佛，你诸人等，皆是我子，我即是父，你等累劫，众苦所受，我该解脱，令出三界，我虽先说，你等灭度，但尽生死，离实不灭，今所应作，为佛智慧，略有菩萨，依是种种，令一心听，诸佛实法，诸佛世尊，随意方便，所化众生，皆是菩萨，略人小弟，深得爱欲，为此定故，说伊可提，众生心喜，得未曾有，佛说可提，真实无异，略有众生，不知可本，深得可因，不能暂舍，为是定故，方便说道，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，可灭贪欲，无所依止，灭尽诸苦，名第三提。
为灭体国，修行医道，利诸苦福，明德解脱，世人依和，利德解脱，但利希望，名为解脱，其实利德，一切解脱。佛说是人，未实灭道，斯人未得，无上道果，我以不欲，令自灭道。我为法王，依法自在，安稳众生，故现于世。你舍利弗，我赐法印，为欲利益世间，故说在所游方，勿妄宣传，略有文者，随喜顶受，当知是人，无比薄智。略有信受，此经法者，是人以正，敬故起佛，恭敬供养，译文是法，略人有灵，信你所说，即为敬我，亦见依理。及彼求证，并诸菩萨，施法华经，为亲自说，浅释文字，未识不解，一切声闻，及辟支佛，于此经中，力所不及。你舍利弗，常依此经，以信得入，放于声闻，记于声闻，信佛意告，随顺此经，非己智分，又舍利弗，骄慢害怠。假我见者，莫说此经，凡夫浅识，侵夺我欲，文不能解，亦勿为说，略人不信，诽谤此经，即断一切世间佛种。迄学并切，离怀疑惑，你当听说，此人罪报，略佛在世，略灭道后，既有诽谤，如是经典，见有图像，书此经者。亲见正直，离怀结愤，此人罪报，你今复听，其人命将入乌比恶，故作一劫，劫尽经生，如是点转，自无所劫。将地狱出，当对畜生，略到夜间，其行困爽，内淡界内，人所触了，又复为人，之所恶见，上困饥渴，骨略孤结，
承受楚毒，死被剜杀，断佛掌国，受死罪报，略作乐道，血腥路中，身伤负重，家诸痛罪，但念随处，已无所知，谤师经国，血罪如是，有作也干，来日自乐，身体解来，又无一目，为诸童子，之所打定，受诸苦痛，血池致死，以此死意，经受亡身，其行重大，我必犹存，long涯无足，婉转复行，为诸小童，之所责实，昼夜受苦，无有休息，谤师经国，血罪如是，略得为人，诸君暗遁，造流乱辟，亡狼陪舞，有所言说，人不信受，口气上朽，鬼魅所夺，兵强下贱，为人所死，多兵少所，无所依附，随亲附邻，人不在意，略有所得，心福忘失，略受异道，顺风治病，经正他疾，血福致死，略自有病，无能救疗，失福良药，利福精极，略他翻译，抄劫窃盗，如是定罪，行利其用，如是罪人，应不见佛，众生之王，说法教化，如是罪人，伤生难处，共狼心乱，应不闻法，亦无所劫，如行河沙，生得龙牙，诸君不顾，上处地狱，如有顽关，在于恶道，如记下帖，堕罗地狱，是其行处，谤师经国，血罪如是，略得为人，狼亡淫压，兵强自衰，以自庄严，随众干消，改来用处，如是顶病，以为医福，身伤朽处，叫话不正，侵夺
我见，精益真慧，淫欲炽盛，不得禽兽，忘事经过，迄罪如是，过舍利弗，忘事经者，略说其罪，强劫不尽，以是因缘，我故义理，无伫林中，莫说此经，略有离君，智慧明了，多闻强志，求佛道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略人精见，一笔千佛，实诸善本，深心坚固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略人精进，上修自心，不惜性命，乃可为说，略人恭敬，无有疑心，离诸凡愚，独处三德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又舍利弗，略见有人，舍恶知识，亲近善友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略见佛子，持戒清洁，如精明珠，求大圣经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略人无尽，积德流乱，上忍一切，恭敬诸佛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或有佛子，以大众中，以清净心，种种因缘，譬如言时，说法无碍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略有比丘，为一切地，四方求法，合众顶受，但乐修持，大乘经典，乃至不朽，一经一句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如人之心，求佛舍利，如是求经，得以顶受，其人不服，只求易经，亦未精念，月度典籍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，过舍利弗，我说是相，求佛道者，强劫不尽，如是等人，即能性解，你当为说，妙法华经，妙法莲华经，性解品第四，你是慧命师菩提，无恶加真言，无恶加业，无恶莫见人，将佛所闻味精油法，世尊
修舍利弗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发希有心，欢喜踊跃，即将做起，情依福，偏袒右肩，右切着地，一心合掌，屈恭恭敬，瞻仰尊眼，离别佛言：我等寂静之手，连并休迈，自为一得涅槃，无所堪任，不复进求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往昔说法既久，我时在座，身体疲骸，但念空，无相，无作，依菩萨法，游戏神通，征佛国度，成就众生，心不喜乐，所以食好。世尊，令我顶出依三界，得涅槃境。又今我等连以休迈，依佛教法，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生一念好傲之心。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深深欢喜，得离情有，不为衣金，忽然得闻稀有之法，亲自庆幸，迄大善利，无量珍宝，不求自得。世尊，我等今食熬雪毗卢，以明思义，毗卢游人，年纪幼稚，舍夫道舍，求助他国，学习利息，自我实说，年纪长大，家福强困，地平四方，以求衣食，渐渐有形，欲向本国，其父先来，求子不得，终止一生，其家大富，财宝无量，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等，居住仓库，世界营业，多有同仆，神祖利民，上马骑乘，牛油无数，出力色利，乃遍他国，上古驾客，一心众多，时贫强子，游诸自乐，经历各异，随度其父，所至之城，父梅念子，以子离别，50余年，离离经向人说如此事，但自思维，心怀悔恨，自念恼羞，
多有财物，金银珍宝，仓库盈溢，无有止息。一旦将物财物散失，无所维护，是以殷勤，每一己子，合作事念，我略得子，维护财物，坦然快乐，无福有利。世尊，你是强子，用林颠转，牛道敷设，自立文切，遥见其夫，其事自从，保其成就，诸波罗门，察理其事，该恭敬为了，以尽自应乐，价值千万，庄严其身，利民动朴，修集白佛，时日左右，复以宝场，随诸花幡，香水洗地，散众名花，罗列宝物，出类除异，有如是等，种种颜色，为得特尊，强子见父，有大力士，即怀恐怖，会来至此，切作是念，此迄是王，迄是王等，非我用力，得无之处，不如王之宾礼，事力有地，以实以得，略久自此，迄见逼迫，强使我作，作是念意，一早离去，时复中者，依师之作，见之便识，心大欢喜，即作是念，我财物可众，今有所负，我常思念此子，无有见之，离佛自来，心识我愿，我虽年朽，犹故贪色，即欠亡人，极对将还，逆时使者，一早王促，强子经恶，清怨大患，我不想犯，何为见促？使者执之，如急，强堪将还，伊是强子，自念无罪，利弊受执，此必定死，转经风暴，文绝辟地，夫遥见之，利语实言，不思此人，勿强将来，以冷水洗面，令得生恶，莫服意语，所以假何？夫知其子，自以下劣，自知何贵？为子所难，心知是子，利益方便，不与他人。闻是我子，使者语之，我今奉礼，随意所处，强子欢喜，
得未曾有，将地离去，往自并理，以求于实。逆时中者，将欲诱引其子，利息方便，密遣离邻，形色骄卒，无为德者，你可业比，时以强子，此有作处，培以年德，强子略喜，将来始作略言，若何所作，便可议之。故你智愤，我等离邻，亦将你作，时离时邻，即求强子，既已得之，故顶上事。逆时强子，先处其价，心以智愤，其父见之，敏利怪之，又以他日，依从有重，要见自身，类似骄卒，粪土定粉，有为不正，即脱羸乐，世乱上学，严色之故，经读初八，9年之一，定土粪身，右手即持，智愤之气，纵有所为，以自作人，你等勤作，目的害色，以方便国，得经其子，后福果言，顿男子，你常此作，勿服伊去，当家理教，自有所事，喷气里面，严错之属，莫自疑难，亦有奴婢私人，使者上急，好自安逸。我如你父，勿服有利，所以假何？我年老大，离你小众，你上作时，无有期待，真愤怨言，都不见你，由此自恶，如伊作人，自今以后，如所成之，即时中者，经伊作之，明之为离。逆时强子，虽行此误，又故自卫，克作贱人，又是之国。于20年中，上令智愤，故是以后，心上体信，日出无难，连其所指，又在本处，谢尊。逆时中者有疾，自知将死不久，以强子言，我今多有，金银珍宝，仓库营业，其中多少，所用处意，你识知之，我心如是，当体处意，所以假何？